等开工新气象，收到的开工红包安怎放？民俗专家建议放伫办公桌啊，或者是炸掉咧。等过元宵了后，再捡入去户头，当作是开运钱无。这开工红包其实也不可以马上花掉。这个开工红包，好，如果是有办公桌的，你就把它先放在办公桌。好，放个3天，好，甚至放个几天之后，这个元宵节过后，然后再把它存到这个银行的户头。那有的人没有办公桌，我就是放在身上也可以。另外，过年期间嘛有袂少民众到庙内底求发财金，民俗专家嘛建议尽量莫开吊炸伫身躯顶，或者是放伫厝内财位同款的档开运旺财。那家里财位一般就是门进来的斜对角，像这个地方。好，它就是有一个斜对角，空气进来不是聚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所谓的财位。民俗专家嘛提醒，除了有这个方式会使互家己开运旺财，伫新的一年想要发大财，也是要加拍拼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